咱这时阵做伙来公修上帝的话，罗马书第8章18节到30节，咱来显着咱做伙来读来请。因为我算现时的艰苦，未通比比所要显明到伫咱的因根，因为受造的命后地好上帝正正的显明，因为受造的命幸福伫空伊，正是伊甘愿。就是对迄个互伊幸福的，是伫万先受造的命，也会得到好感，脱离败坏的拘束，来入伫上帝的囝儿应光的自由。因为咱知一切受造的命，到即时要会三觉可贵可痛。若安尼，就咱本身得到圣神潮水的果子园，也心内家己可贵，在片下设立做鼎，就是咱的身躯的赎回。因为咱得救是对望，若是已经看见的望，神是望。因为所看见的啦，像有人在望伊，不过咱望迄个所无看见的，咱就吞论听候。个信心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者，因为咱知影，就怎样祈祷，照所应该的。不过圣神家己会讲出的土地替咱求，探测人的心的，也知圣神的意思，因为依照上帝的意思来替圣徒求。咱知万行事三角来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。就是照伊上帝的旨意来受定的，因为伊所行心爱，就专心听到因甲伊的囝会相款，互伊伫济兄弟的中间做伴囝，搁所有因听到的，就照伊所调的。就是伊做伊，所成做伊的，就互伊有平安。好，以上愿上帝祝福有教育话语来行的人。下边是牧师所要来分享讲道。牧师今日所要讲道的题目是对苦难的愿望。将时间交咱做牧师。兄弟大平安，圣诞恭喜，咱三同心来祈祷。做，阮感谢你，伫你的救主圣诞，阮兄弟姊妹三个同心，直接来敬拜阿罗，也要对你的话三个实，做可能当互阮深深来明白了解你出世的意义，互阮伫阮的人生生活中会行做，要知影伫你的意义中来活来行做来实践，互主你遮尔大的疼。显明伫即个世间上的每一人的中间，做阮即时也要对你的话三下实，看你的神也充满伫阮，帮助阮。咱要对你的话三个直接学习大声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现在圣诞恭喜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普天同庆，来庆祝救主圣诞。所以，咱点到所有的蜡烛，只要上天主耶稣基督的真光已经临到，也就是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三角地地。而且有一个故事讲到一个好野人，伊伫年老的时得到一个囝，非常的欢喜。伫满月的时，伊伫遐大请人客，招待一寡亲情朋友，到阵来啉食庆祝。并且用
用金钱真多钱聘请一位，互人感觉非常受尊重的书法家，来为了伊的囝写几字来祝福。无拍算即个大书籍，好好大笔一写4大字，你敢知写啥无？4个字啊？以马内利。我来讲，那真人听懂就无介意。生老病死，这好个人一看，哇，面拢乌去哦。伊伫遐讲先生啊，今日我庆祝我囝满月，请你来写字祝福。啊，你若甲我写这生老病死咧，这尔啊无格调。这老书法家就讲头家啊，我就是用这4个字来祝福你的囝儿。人的这一生，拢得照着这个生老病死的顺序来活，这是非常的重要。咱知有的囡仔一生落来就安那，都未大汉就转去啊。有的人真少年，无经过衰老的过程，就破病来转去。有人拢无破病，真忽然间猝死互人非常的悲哀悲伤。所以一个人的人生，如果会当顺利行过生老病死这4个阶段，就一定是幸福的人生。我毋知影兄弟姊妹，咱听到这个书法家的看法怎样咧？确实，咱知影生老病死是一生人的大代志。咱想看卖啊，一人如果来当平安伫遐来出世，伫囡仔时、青少年时，拢得到父母、兄弟姊妹互相的关怀、照顾、相听甲栽培，健健康康的活到老，完成人生各种的阶段，以及应该应尽的责任、工作，甲家己欢喜的人组织一个家庭，生育儿女，也食也啉也欢喜也快乐，享受家己劳苦所得到的水甲好的成果，到伊年老身躯软弱，有时一个病，互厝内人有机会来照顾，互厝内人会当表达因的疼甲感恩。时间到，伫无拖累子女的状况会欢喜，转去到天里的家。伊无说一下感觉即种的人生，敢毋是真水咧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你敢知影？会当照着生老病死这种的过程行过这一生，其实需要有上帝极大的稳定甲祝福。伊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每一个阶段，拢有每一个阶段必须学习的生命功课。遐会强迫咱伫安那渐渐成长、成熟的成长的疼，会照着每一个艰难的困境，一摆搁一摆会考验着咱。譬如讲，丧乡、失业、患病、关系破裂、离婚，受人欺骗，是毋是面对全世界经济无好？咱即摆讲中文叫什么萧条，是吧？发生战争、亲人死亡等等，这拢是互咱感觉真熬得过的关卡。如果你若无一粒坚定的信心，也到有你有意义的人生目标，充满了愿望，我相信真侪人半路都行袂落去。像咱最近引起真大的议题，真出名的作家，什么人？琼瑶如此，咱拢无法度明白。已经拥有世间人所超出一切，名声地位、爱情、财富、欢乐，还有长寿寿，为啥伊无愿意来善终呢？无说相信伊的心内痛苦，绝对毋是咱所会当知影的。所以咱只该当为着伊遮的亲族来祈祷，求人民慈悲疼痛的上帝，互伊的灵魂来当得到安息。所以如果琼瑶伊伫天里有灵，看到伊的子孙为着争夺伊的遗产，互相伫遐攻击，想要安息，我相信也真困难吧。也是迄个股神股票市场迄个神。你敢知什么人？
股神是啥物人？你拢无咧注意这经济哦。股神巴菲特啊，伊还有冤结啊，几岁？94岁。这巴菲特伊讲公告要将伊所有的财产偌济，你敢知影？报入90以上的财产捐予各种的基金会，伫安那对社会来贡献，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，互伊的财富会当发挥上大的功效，产生上悬的什么？上悬的这个价值甲意义。真正看伊巴菲特真正有眼光，伊心中真正是有听的人。兄弟姊妹，咱知人生艰难是真多。有时咱一关过了，马上搁一关来，这种安那中文叫做屋漏什么偏逢连夜雨哈的困境，互人差不多有时感觉我要挡袂牢吼，足受气。如果伫困难的苦境中，所以你若总有一个望，互咱会当关难过，关过，一直到进入上帝爱咱享受真正安息。诶，即个迦南水地咧，所以咱今日新安讲的课程，新安讲比较作者有真好的分享。作者伫遐指出讲，咱活伫追求成功的时代，只有啥物？只有成功才会当互人安那看重，看重要，啊，佫会当吸引佫较侪啥物的资源。确实，咱知影伫即个。追求什么？财富自由的时代，真侪人大下讲要赚大钱吼，发大财，结果咧，台湾煞沦做什么？诈骗集团的享乐天堂，你敢知影？你若看这几礼拜的新闻，就会当知吼，已经有几个因为想要发财而欺骗、自杀的可怜人。当人掠事业成功、财富自由做目标，想要用即个来证明家己，其实伊的心内所蕴藏的是心灵极大的空虚甲无安全感。所以对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其实就是撒旦为着人所伫啊设的罗网。兄弟姊妹，咱爱知影撒旦伊是有史以来头一个诈骗集团。伊也是上大的即个诈骗集团，伊利用人性的贪心、过度的追求财富甲成功，互人骄傲自私，只求家己的利益，无顾虑别人的生死，结果咧，互人陷入伫苦难的困境中间，不但无法度活出水阁好有意义的人生，也无法度来找出性命的活路，最后咧，互罪甲死亡所捆绑。所以伊一生拢活伫啥惊吓论的担心甲苦楚的中间，有真侪时阵，连有信仰的兄弟姊妹，也是讲上帝所信上帝基督徒，伊也脱离袂开即个束缚。一旦有撒旦捆绑，我甲咱讲，伊的一生拢会过得真辛苦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。当人被撒旦所欺骗，被家己的贪心、自私、骄傲捆绑活伫罪甲死亡的关系下，遭受的苦难，依然找袂出即个性命的出口。伊伫遐来失去真正的平安甲喜乐。伫即个时，感谢上帝，因为伊有差派一个婴仔，伊是为了听来出世，伊的出世。虽然伫即个卑微的马槽内，总是要让人知影真正的平安，不在伫争权夺利、政治手段的王宫内底。一来是要让人伫黑暗中来看见望，看见光明；一来，互人明白上帝是信实、佮听的上帝。既然伊所应允的，拢必定要成；一来，就是要来敲找软弱软正的人。互因诚做心中卑微存在，即个疼充满着因。即个上帝所请来的细细婴仔耶稣，伊的一生拢伫遮咧咱世间人显明出上帝永远袂改变的疼。
这个痛，要互咱来生出这个坚定的信心，要互咱有勇气来面对人生种种的苦难，并按照人生的目标来前进。而且新安讲的读经本的作者有讲，基督徒所信的耶稣，伫当时的人来看，都哪像什么？哦，中文叫做不折不扣的什么？loser， 恁知影什么啊？乳蛇，哦，乳蛇，为啥会讲叫做乳蛇咧？伊现在不但互家己的门徒背叛，阁受尽苦楚，比顶一时的价值。在世间的目睭中，拢是极大的见笑甲苦难。总是保罗伫罗马人书的中间，去颠覆世界人对苦难的定义。保罗伫遮讲：以我算现实的艰苦，袂堪你比平所灭显明，到伫咱的阳光。罗马人书8章18节。咱知伫罗马时代，要信耶稣，要做基督徒，享受快乐的人生。要做一个伫罗马时代要信耶稣，要做基督徒，伊必须会遭受真极大的什么压迫迫害。兄弟姊妹，请问，什么人愿意为着这个信仰来受苦呢？你敢愿意吗？你敢愿意为着这个信仰来受苦呢？无需相信，每一人拢是要享受着人生上的快乐，人生的快乐美好，拢是一个人一生所追求的。之最，什么人愿意吃苦呢？什么人愿意受罪呢？总是如果咱的心中，若确实有一个愿望，知影现在所流落的每一粒目屎，所经历的每一个痛苦，将来拢会变成做一粒一粒珍贵的珍珠甲宝石。上帝要将伊编织，成做你上阳光、上水的冕旒，滴伫你的头壳顶的时，那呢？请问你愿意为了这个将来的迄个冕旒，忍受着痛苦吗？我是相信绝大多数人是愿意的，因为这种叫什么？恩慈的享受的概念，早就是2000年前，圣神就借着保罗伫罗马书中直接讲出来。这正是咱基督信仰的真谛。上帝阳光，人所以做人的价值甲意义，拢是伫苦难的奥秘中来展现出来。亲爱的姊妹，咱人活伫这个世间，必定会遭受着最多的苦难，因为人是活伫这个罪甲死亡的管辖中，所以受苦是人生的必然过程。无有人会当永远享受着幸福甲快乐，就是你赚了全世界的财富、名声、地位、伟大人物，伊拢无法度脱出这个罪甲死亡的捆绑。这是人生的死期，所以这个人生的死期，却伫上帝差遣一个婴仔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伊伫遐来拍破，所以这个婴仔出世。代表这个世间真正有一位上帝，伊也是听人祈祷的上帝。伊是有恩典、有怜悯、有慈爱、慈悲的上帝。这个婴仔的出世，开启了，互人明白生命真正的价值甲意义的真理道路。所以，这个婴仔的出世，伫是一个价顶，用疼消灭这个罪恶。用国外消灭这个死亡，这个婴仔出世，互咱看伊世间虽然有苦难，总是上帝疼甲恩典赢过这个苦难，伫永远袂断绝的疼的内面，咱伫苦难中会当活出有信、有愿望、有仁爱的丰盛佮富的人生。这样姊妹，虽然是安尼。所以，对你正伫遐受苦的人来讲，苦难就是苦难，不免
互受苦的人，还是讲不免甲受苦的人讲，苦难是上帝的审判，你要悔改认罪，也毋通甲遮个受苦难讲，苦难是上帝化妆的祝福，更加无需要讲，这是上帝的奥妙。伊对你伫遐受苦的人，遮个言语、遮个讲法，拢无法度安慰因忧伤、痛苦的心灵。所以，当咱面对这个苦难的时，咱最需要的，就是面对苦难的望。所以保罗遮讲，个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井，因为咱毋知影。就怎样祈祷，照所应该的，独独圣神家己用讲袂出的土气替咱求。罗马人书8章26节，确实，只是圣神亲自用讲袂出的土气替咱来祈祷，就圣神知影怎样安慰咱软弱软井忧伤的心灵。所以面对苦难的时，咱所需要的。毋是人的建议，也是安那，也是遮个神学理论。你是圣神的帮赞甲陪伴，这份的陪伴，要真侪苦难中最大的望。所以我伫遮真感谢咱的上帝，因为咱兄弟姊妹伫苦难中，拢有人陪伴，拢有人帮赞，拢有人关心，有人照顾，这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感谢上帝。借着主耶稣基督的降生，找经圣神进入咱的中间，真侪咱的保惠师，伊时时刻刻拢伫遐扶持、保护、安慰甲带领。虽然咱无法度了解，为什么上帝容允这个苦难发生伫咱的身上，总是因为圣经耶稣基督的出世，互咱重新点导对世界的听。有信心甲望，所以伫苦难中，咱更加坚定的相信，上帝恩典要赢过这个罪恶，相信伊必定会帮赞，并享受克服苦难的信心甲勇气，因为伊对咱永远无气煞的听，必定要互咱的人生的灾厄，拢变成做恩典甲祝福。愿上帝祝福咱，特别。也叫咱伫即个救主圣诞的时，咱拢会当真正脱出苦难，得到平安。大家圣诞快乐！上个当心来祈祷。主阮的上帝，阮伫即样过来一摆对你的话上较信。主阮知伫人生的意义中，阮所面对的，就是阮会当真实的去面对，努力的去生活。面对着苦难困境，阮用祈祷透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帮赞。做今仔日是你救主圣诞，阮遮庆祝，今时懊恼，当阮的内在心灵，搁来一摆伫懊恼的中间，感谢上帝，你的听真正是充满伫阮的时，感动的心充满伫阮，帮助阮来克服阮这一年所拄着恶你担当的事。坚全阮的心志，坚持阮这条信心的道路，互你要伫阮身上的美妙作为，伫遐互人看见，伫遐真侪活活的见证，因带带领互更较侪人来归你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我一摆将阮本身完全恭敬摆伫你面前，求你个继续来带领阮，帮助阮，坚固阮。阮的祈祷，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